如問你是我的家屬吧，原來我已自那白浪之巔墮下，明明分開，為何打這號碼？你可會很不解，我怎麼殺了他？我知不該，但是不該，像某種流亡的愛，千里之外，聯繫還是依在。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趕搭通宵客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以後無奈煩住你，若覺得將這責任加諸很離奇，是我自私今世最後騷擾的人，而只想是你。